你有冇試過夜晚瞓唔着，點嚟點去，第二朝起身隻眼裂晒，好沮喪？咁係因為冇咗深層睡眠，細胞冇時間做嘢。你以為咁樣係好大鑊？未算。研究指出，如果超過12點瞓覺嘅人，佢嘅早逝風險係高出53%。超過35歲嘅人士都要注意，因為佢哋嘅身體機能同我一樣，都係一齊下降。好似我咁寫稿、開會、剪接，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對住部電腦，而電腦嘅藍光係夜晚抑制褪黑激素嘅元兇，你嘅大腦以為仲喺日頭啊，令到你日夜顛倒。嗱，睇緊手機嘅你係咪越碌越精靈呢？想跳出呢個死循環，我歸類咗2大原因幫大家。第一就係環境同埋時間控制，房間選擇暖色光。冷色光含高量嘅藍光，會嚴重干擾你入睡嘅準備。瞓覺之前嘅2小時最好停止手機同埋電腦。聰明嘅你係咪會同我一樣，會諗到戴住副藍光眼鏡就可以抗藍光呢？話你知，其實皮膚接觸都係一樣嘅。大家可以試下抄翻擺咗好耐有冇睇晒嘅存貨，俾機會佢重見天日啦，話唔定仲好瞓啲添啊！跟住落嚟就係最靚嘅瞓覺時間。佢係介乎於晚上嘅10點至11點。如果半夜醒咗嘅話，只要爭取1個鐘頭內瞓翻呢，你嘅深層睡眠都仍然可以繼續。咁樣你嘅細胞仲有足夠時間工作，可以修復 DNA 同埋製造膠原蛋白。最緊要係 refresh 你嘅專注力啊！如果第二日瞓醒個腦唔棘住，大腦順暢嘅話，真係開心過你住3000隻豪宅。第二就係利用天然嘅營養素，飲食助攻，早晚各飲一杯酸車厘子汁，佢含有天然嘅褪黑激素，飲咗佢針對失眠患者嘅總睡眠時間可以增加84分鐘，同埋減少半夜炸醒嘅次數。另外，瞓前食2粒奇異果可以增加血清素、維他命 C， 佢哋會幫手調節情緒啦、放鬆心情啦，同埋令你快啲瞓着。多啲食三文魚、青魚，佢哋含有嘅 Omega 3可以減少炎症，增強大腦功能，可以提升你深層睡眠嘅質素。